父亲，敢讲没办法商量吗？哼，你莫参加了森林里，也下多转，就老爱讲这件事情，已经本了村人前来看笑吧。你安用，这也天生爱不顺。俺没条过要看你呀，凤英佢身体善良，跟你老外讲，为嘛该？俺做唔得讨佢凤英。哼，你讲为嘛该？因你农村自古以来，土家全部就是同族之人，并且有良后代，有效用认真的核心，佢自存啊，系嘛该嘅地位啊！哈，因呢，然后因你前来农村相比，你若土家自奉义，俺颜面何存？俺爱如何面对俺多嘅众老？嘿呀！叶龙，我晓得咯，自古以来结亲，只有门当户对，世代相传，理所当然该呀。错，亚龙啊，你唔好唔記得咯。你父親身份係種種，德高望重，你千萬啊不可算將做你對不起弄出世代相傳嘅規矩呀。老爺，眾位是太人，你哋就錯嚟啦，挨那麼講唔錯，頂500年前。你弄出嘅祖先就留佢馬出嘅千金，嘅威廉里嘅記載啊，要是講也係真境界，個太少爺愛投佢做風言，唔就係好祖先，咁樣就無算係破壞規矩呀。這不對，就記載來講，農族嘅祖先第3世，托嘅馬族嘅千金。行為連人自己，嗰再講呢，就係因為連綿從太勢力將來對抗外力啦。因為當時戰火連天，嘅安多人我來搶2塊嘅土地呀。佢哋講嘅冇錯，你祖先第3世為咗抵抗其他族前來侵犯。只好留記前來對抗，世間的鐵，佢馬祖嘅人前來聯盟，也係有原因嘅。佢就係有兩件事情啊，不管有也係冇，你弄出嘅祖先第3世，確確實實係要留外出聯姻，嘅我少爺按樣做，也無算係配祖。又唔會有人家講閒話，老爺，你講愛講解對也不對呀？我唔講法，我唔講法。哼，不管樣板人，你祖先都帶有拿外出前來聯姻，反正兩夫人係絕對唔會同意嘅。大家來嘅就一定係拖你錯累嘅人，此件事情就按樣決定，唔是再議論。父親，此世連那母，以托話來數啊，夢能達到父親該路途，雖然身受大災龍出。不過捱嘅個性來卻不來相負，捱尊重父親來解歡呼，不過是一言為暗無處，捱此世失去，捱該來親生母，對心該相法。父親來全不顧，身為貴族，體為非我言。夢子神龍壓力來盼我多年，已經愛神人來要狀態。孟父啊！
能啊疼啊，内心哪来念啊？你也来此啊个苦啊心，全部系为你好啊，却变成来本你压力个，哼！你明亮的个性使我心烧啊！来当年那个盼梦，已经去打水漂啊！唉，你看看呢，你的父亲一次丧失，还看你啊，行起大笑，两个仰头吧，唉。嘿呀，你农村要按道按讲，要按有才华的什么诶？难道你看唔上眼吗？俺哼！你上上叽叽，讲从小到大，我对你的期望安排，好，就是我本来的压力，希望，才会变成如此的结果，如此的想法。你呀、明明爱欠死我，我爱你好，老娘的阿妹，老娘死去的阿妹高胎呀！父亲，我对你对我的期望当高，咁过我係你嘅来啊！虽然我出世了後，唔是看過我嘅阿妹，我任定我嘅阿妹生所用扮演，咁過我哋，佢一定心地非常嘅善良，我相信我嘅母親，佢也會贊成我嘅想法。你讲乜解啊？我真根本你欠死，无论用乜嘢，你就一定要拖去祖邦人希望。希望父親成全。好，娘的个性，可是就老娘的阿妹当上枪，当固执。同样，你真嘅就要拖去祖邦人，你哪爱谈清楚？你讲得到，就要做得到。那还冇拖过去嘅吧？你就不是回来见我！哼！多謝父親，父親，我嘅天會唔會還有你太家前來試夢？爹啊，爹啊，爹啊，讓我做爹啦！錯啊錯啊！安陽叔叔打破你農村嘅規矩呀！哎呀，就算你要拖佢維持，嘅人家還未必我加滿你啊！唉，你哋話就等等看，你啊個規矩喺世界，隨時就做得改過。你哋也得牢固辦啊！時代頭嘅進步，你哋嘅想法係會變巧。阿龍，吩咐下去，陪我多在駐村，準備聘禮，揚起祖風儀。順命。來呀，準備呀，列隊玉皇朱家喜，朱家喜。呀郎提親真那歡喜呀，腳了難題彩電機，彩電機。爱你呀一风云的风云，
神父啊，从您啊，提一提亲，莫为为呀龙有情。到嘞，少爷二堂。自家嘅任务费系地托安尼弄出嘅太少爷，摕来爱来讨钱，所以用太理来养将爱也地话。我今日一定要拖到佢放人呐！但请问哟，少爷，你还爱太摇太白嘅多传奇，都给勇士啊！给了师太人一定会学到，唔可以讲法。错，断脚正存。什么太子啊，什么太子啊，哎呦，今半日啊，係我妹嘅太喜之日啦，哎呦，來幫我老主唱下啊！见春哦，太阳子啊，600年呐，推推金拿着啦，只说那天马。明那山呐，红衣罗线呐，梦他父啊弟啊，情意有绵呐。新人出皮好出来拜堂嘞！一拜天地。
太少爷呀咯，我来扬起风云手指哦，你的哥哥打开门来迎接啦！哎呀，凤儿啊，你啊是让半日回事啊，跟狼出个小爷，老人你非亲非故，竟让我如此匆匆走来偷情呐！行！喂，你的话是哪位来的啊？哎，你讲话人係較客氣啲位哦，也係我家太少爺。我個人係嘛啥？冇看到人見不見裝點結彩，太氣子嘅嘛？哦，唉，啲嚟啦，你係頭嘅分享我家少爺係冇啊？你家小爺係？阿龍，莫按莫理。村長，猜下這位龍出少爺呀咯？哎呀，哦，不對，狼谷小爺來到了，答我有何貴幹啊？少爺，也嘅嗌來回答就好。朱村長，實不相瞞，其實啦，我家少爺今日愛來提親。提親？你啊，係咪有乜嘅誤會啊？你兩錯平常就冇來交往。再講啊，曖昧啊，也不可能認識龍少爺，何來提親之說啦？實不相瞞，村長。今日突來多冒犯，也龍係來為難，待你相遇見真情，只望提親未滿。鳳元啊，敢有此事啊？阿爸，今日我的孫啊，我叫伊隻樹上嘅老虎，我哋啊，嘅老虎性情太變，差一點，我就冇性命咯。嘿，龍少爺出書上叫啊！哦，原來係如此啊！羅漢明哪了啊？此言我留啊！小人令啊中啊，來向我叫啊！府中風那雨啊，回春我中啊，將來日那次啊，將愛我求那。既然狼畜少爺今日來到前來，不可輕易得罪呀！唔啲，朱老爺，你對我家少爺以下是如何？唉，在此真多謝少爺嘅救命之恩啊！如此嘅恩情啊，唉，自然一定會報答你嘅。叫佢報答還較簡單，將呀佢乜嘢將錢答恩，哎呦，唔就好嚟嗎？阿龍，不可無理。村長，今日我登門提親，係表示我對鳳英嘅愛意，就請村長答應我
到凤云的婚事吧。哎呦，我家凤元啊，不敢高攀啊，恕我不能答应那桩婚事啊。老爷，你实在就含晓得做人咯，你应该要好好考虑清楚。了，村长啊！爱公托你来分你的良策联姻不来去，只爱村长来也担心，对你祖村莫怀疑。对你祖村莫怀疑。不管你是何用意，婚事风言谈不平，何口所以听那分题，强你师兄怎会去？何口所以听那分题，强你师兄怎会去？